顿西寿司。今仔日是阿爸领薪水的日子，嘛是一个月一摆去食顿西寿司的日子。阮规家伙仔伫寿司店门口围做一个圆箍仔。阿爸对阮发出进攻的命令：大家爱追落去哦！冲啊！加油！阮小钱要入去店内面，椅仔坐好势。阿爸甲进前同款，甲阮指示要安怎做。莫着急，莫遐青狂，稳稳啊来。阿母开始听茶，袂使随伸手去摕哦。第一轮啊，爱先看好斟酌。阿母细声声讲：啊！阿爸甲手放伫手后翘遐，这个是为那些杯开始摕暗号。来啊！我摕塔克，阿妹啊摕鸡卵卷，阿母甲平常时共款摕火鸡。什么？阿爸竟然为马腰内子即马目开始摕，真正就有深度诶！阮喙内若食那些盘诶寿司，目睭啊嘛是紧紧看恁盘面顶诶寿司。当然啊，嘛无袂记看阿爸诶暗号。啊，即摆阿爸伸手摸伊诶鼻仔，即个是会使开始摕黑色诶盘诶暗号。我摕咖喱鱼，阿妹仔摕鱼卵，阿母也摕虾仔，阿爸竟然摕北海3种综合诶寿司。这个时阵，阿母也为钱包内面摕出美寿汤诶招待款，交互店员诶姐姐。阿爸硬生煎姜来食，这个是休困一个暗号。这个时阵，我甲阿妹仔两个人嘛是目睭紧紧看恁盘面顶诶寿司。食了做侪款诶寿司了后，阿爸就讲：大家准备好啊无？要进入高调好戏啊哦！为即马开始，毋管是啥物色，你拢会使自由去摕。好，爱有创意哦。好，爱好好享受哦。好，为上贵的开始摕哦。好，耶！阿爸总算伸手去摕用叉架仔底的寿司，拖落呢，你嘛会使摕哦。我行伸手去摕用叉架仔底的海胆。阿母也讲，差不多要结束啊哦。刷落来哦，是上困难的部分啊，爱想清楚哦，袂使有遗憾哦。阿爸就安尼讲。阿爸摕剁葱仔卷，阿母也摕海绵，阿妹仔搁摕一解鸡卵卷。我丢丢，上落尾啊摕青柑。啊，迄边三文鱼飞过来啊！哎哟，害啊，是三文鱼呢。搁伫即个时阵，阿爸伸手出去，甲迄盘三文鱼摕互我。阿爸，真正敢会使哩？阿爸啥物拢无讲，目睭揢揢，啉一喙茶。这个是今日到这为止的暗号。多谢阿爸请阮食好料诶，后个月搁要过来哟。